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志、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A 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调，又是下跌啊。截至收盘，沪指跌0.46%，深圳成指跌0.11%，创业板指数跌0.2%。沪深两市成交额1.9万亿，这是比上个交易日缩量。应该是连续2天在2万亿以下，也就是说资金的热情有所冷却，没有什么热点可炒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在晚上，对吧？那纯粹是什么叫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今天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也不是友好的一天应该3000只个股下跌，2000多只上涨，就是跌多涨少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感觉到今天是大 A 梦游的一天，浑浑噩噩，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热点散乱呢。我们看看这个机构怎么看待胡适上海证券报报道，外资增配中国资产。进入4季度，外资机构仍在积极调研 A 股上市公司，从中挖掘投资线索。数据显示，4季度以来，外资机构调研 A 股上市公司次数超过1200次。多家外资机构表示在赚钱效应带动下，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关注度正显著提升。近日，多家外资机构纷纷发声，表示中国资产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显著提升。瑞银投资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发表观点称3季度外围机构投资者进一步增持中国股票，低配比例从负的1.6%升至负的1.3%，与2季度不同。投资范围不同的基金均小幅提高了中国仓位。全球前40大投资机构中国股票持仓升至1.1%，为2023年1季度以来最高水平。给我感觉好像是拿着放大镜找的，这加的也不多嘛。10大机构看后市，短期内市场或维持宽幅震荡，2026年春季或迎阶段高点。那意思好像就是2026年春节前后就是到头了，阶段高点嘛。说本周上证指数跌0.18%，这是截止到这个上周末声望宏源策略一周回顾展望说，225年科技结构牛是牛市 1.0 阶段，26年春季可能是阶段性高点。彼时 A 股市场可能面临3个挑战：一、科技长期低性价比区域产业中级别扰动，可能会触发消化长期性价比问题的调整。说的好难懂大概其就是科技股不赚钱嘛。第二个2020年春季需求侧关键验证期到来，供给增速回到低位，若需求稳则供需改善，但若需求弱，供需拐点可能推迟。第三个牛市 2.0 接力条件不成熟，需求侧看政策底，供给侧看反内卷效果持续性，关键窗口可能在2026年年中之后。科技产业趋势需等待新一轮发酵。参考移动互联网历史经验，2波产业趋势行情通常有3到4季度空窗期。也就是这个声望宏源是目前看好像是第一个发出预警的一个券商，也认为到明年春季行情就差不多了，有风险当然了，这都是一家之言比算命的也强不了多少我们再看一则关于黄金的报道最近外网好像是法国的一家媒体吧，怀疑咱们央行买了大量的黄金就是秘密买了很多黄金，但是没有披露。那言下之意就是导致金价波动金价还在向$4200在迈进，是吧？他这么说的。媒体报道，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根据贸易数据认为，中国央行买了250吨，占全球央行购买量的1/3。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黄金数量能查到，因为伦敦是黄金交易中心，源头是瑞士和南非的黄金精炼厂。但是根据咱们央行公开购买黄金的力度公布的2025年咱们只买了20吨。那但是这个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他们认为你买了250吨，那这个差了10倍市场怀疑是没公布，买了还没有入库央行下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每月公布持有的黄金数量，从公布数据来看，今年迄今仅正式购买20吨黄金，总共约2300吨，对吧？根据这个购买力就很多人认为这不足以让这个黄金涨到
$4000一盎司啊。所以有市场人士认为，中国储备5000吨是公开数据2倍以上，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价值已经超过了美元。如果中国没有大幅增加黄金储备是不可思议的。技术性的解释，这也是可能。中国央行并不是自己直接购买黄金，而是由代理机构来买，而代理买了之后并没有即入库，入库之前还要检查呀，检查完再入库，慢慢检查，慢慢入库。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公布的数字啊会突然大增，实际上它早就买完了，放在那只是没入库，入库的时候才公布啊。这个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啊，那他认为这个造成黄金价格上涨的原因就找到了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适啊，奇葩啊，这个胡适啊叫风水轮流转呐。你说科技股涨，对吧？寒武纪还有什么算力股、芯片股、存储股、半导体这个飙升，好像还能说得出个所以然，对吧？人工智能嘛 ，AI 吧，对吧？现在正火。那一家生产毛巾的上市公司连拉8个涨停板，难道它也搞这个芯片啦？还真不是。11月17号，福日股份再度涨停，福日股份8连板。拉长时间来看，11月6号到11月17日这8个交易日内，公司股价接连斩获8个涨停，区间累计涨幅114.5%。11月16日晚间，福日股份披露股价异常波动公告，2025年前3季度公司净利润2.96亿元，同比下降12%。其中，公司子公司山东福日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前3季度净利润亏损3032万元，由于下游锂电行业恢复仍面临着不确定，福日新能源仍然面临亏损的风险。福日新能源目前暂无扩产计划，对公司其他业务布局不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福日股份啊自身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在亏损，就是新能源业务啊。那为什么连拉8个涨停呢？股价翻倍了呢？问题就出在它这个名字上面。对于股价上涨，17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福日股份董秘办，一位接线人员表示，近期公司股价上涨与电解液添加剂 VC 价格上涨有关。截至目前 ，VC 价格已从底部4.5万元每吨涨至10万元每吨，涨幅达到150%。对于是否关注到市场上关于公司名字的讨论，上述接线人员说啊，股价上涨与公司的名字无关，那是网友们自己想的。昨天啊，这个福日股份呢发布股价异常波动公告，说啊，公司目前没有俘虏日军计划，对公司其他业务布局不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股票波动异常，资本存在恶意炒作情况，交易风险大，散户存在短期下跌的风险。我记得前2天这个北京日报还是北京商报啊，刚刊登一篇文章。就不要搞这个玄学炒股啊，不要炒公司名字。结果你看啊，福日股份一个做毛巾的，居然变成了一个抗日概念股，这是黑色幽默吗？福日股份就是要俘虏日军或者俘虜日本。自从那个川大智胜啊退市以后啊，大家以为这个炒名字这事应该过去了吧？结果啊，这个叫阴魂不散啊。那照这么说的话，还有什么日上集团、日发金机、拓日新能、福日电子、兆日科技，还有日出东方，反正带日的啊，这个股票都有可能要涨，对吧？那个带马的已经涨过了，现在涨带日的了啊，最好是福日，对吧？兆日。这个胡适啊，就无时无刻啊不再用自己的这种荒唐啊来证明自己，就连赌场都不如啊！这是什么个市场呢？还来8个涨停。我们再看这个财联社报道啊，说首例投顾公司遭摘牌，多家机构屡遭新增客户暂停处罚后，首例投资咨询机构牌照撤销，罚单落地。11月14日，证监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方信付被处以300万元罚款，并处撤销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时任中方信付法人董事长张松被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证监会明确指出啊，中方信付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一是未按照规定保存有关文件和资料的行为，所涉客户数量巨大，
相关行为曾被证监会行政处罚。二是中方信付在行政监管措施禁止展业期间私下开展业务，拓展客户。三是向证券监管部门报送虚假报告，就是糊弄监管部门。这个不能不说很严厉把他的牌照给吊销了。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对那些券商会计师事务所最好也采取这个办法直接对吧，抓住就吊销营业执照、牌照，你就这碗饭你就吃不成了。这个投资咨询机构就是那些天天在网上教你炒股的这个也是这个证券行业这个违规经营的这个重灾区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发生在这个山西长治的狗咬人被摔死引发的命案。我记得我在前几天也是在这个胡适节目里面也谈了这个案子，根据我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还有双方的采访，我拼凑出来的，我得出结论就是应该是防卫过当。今天好像这个澎湃新闻有一篇报道，他这个报道就非常详细他这个报道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他这个报道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着看，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他说这个命案发生在长治市鹿城区鹿华街道白鹤观社区申红良家院内，死者叫郭永刚然后这个申家呢是从籍贯地从隔壁平顺县迁过来的，是不是外来的？也就是这个杀人的人吧。他们家呢一直经营乳胶漆、腻子粉等生意，而这个死者郭永刚他们家呢是做全屋定制生意。郭永刚的妻子赵某是鹿城区政协委员，这是个重大的叫线索。说作为20多年的邻居两家以前并无矛盾，平日碰面有时还会打个招呼。4年前，申家儿子申某浩，这个申某浩就是被狗咬的那位，然后把狗摔死了。这个申某浩4年前结婚的时候郭家还按当地风俗随了礼。那按理来说这个关系不会太差郭家门前道路前面是一片公共空地，空地南侧种着一排柳树。郭家在第2棵树旁搭了个狗窝，养着一条身长60-70厘米的土狗，拴着铁链。那事情的起因咱们都说过了，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申某浩喝了酒，然后陪他同学出去，他那同学开着车呢，就停在来的时候恐怕就停在那狗窝边上，因为春节期间嘛，对吧？也是停车不方便。然后就是申某浩去开车门的时候被那狗咬了一下，然后申某浩就把那铁链子抓起来把狗就往地上抡了2下，发现狗躺在不动死了，就这么个事那申某浩的妈妈叫申某芝就是儿子跟他一说什么情况之后，这个申某芝他就给这个死者的姐姐郭某勇打了个电话，但是对方也没说怎么解决，就把电话挂了。过了1个小时这个申某芝一看也没人说这事，他就打电话报警了，就是让派出所来解决这事嘛。结果几分钟以后就报警以后几分钟，这个死者的妻子叫赵某，也就是那个鹿城区政协委员，给申某芝，就是被狗咬的那人的他妈打了电话。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赵某一听说狗只是咬了这个申某浩一口，不是说咬着不放咬着不放，说攻击你咬着不放，那你把它摔死了。那这个狗只是咬了你一口，然后你就把它摔死了，就是这个赵某他就火了，他认为你这个这么霸道然后气的这个赵某直接把电话就给摔了，说是就是气性非常大非常生气。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脾气这么大呢？2-3分钟以后民警到场，问完情况，然后就把申某浩和他的媳妇一起带到派出所了。这个那意思就是把赵某叫赵某也到派出所去调解，但是赵某不去，然后就让那个申某浩联系社区主任出面调解一下，就是找村长你去调解一下根据这个赵某在法庭上的供述他说他接到了民警的电话，让他到派出所处理事情。这个赵某一听就来火，心想我到派出所去，你们还能赔钱，还是能怎么着？我晚上回去自己处理，你们派出所等着接打架电话吧。也就是说，这个赵某在接到派出所要他到这个民警电话让他到派出所调解的时候，他就已经威胁这个对吧这个民警了。
不仅不接受调解，反而还要去打架，就说你们等着吧，晚上就要去打架。当时这个赵某恐怕不在家啊，可能在别的地方，在单位和什么的，等我晚上回去再处理。结果这个申洪良啊，就是被咬的那个人的爸爸，也就是凶手啊，他就给那个村长戴某打了个电话，不是让戴某调解吗？那这个戴某呢，他就说了啊，他给这个赵某，就是这个政协委员打电话没有接，然后呢，但是呢，晚上7点左右啊，这个赵某给这个村长啊回了电话，说什么呢？说打狗还得看主人。你看看，村长就劝赵某啊，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这个赵某说你别管。根据被咬的这个申某浩说啊，当天晚上民警啊让他媳妇啊，他不两人都在派出所吗？给家里打电话，让把门窗关好，防止矛盾升级。所以这个申家啊就把大门啊窗户都关好了，一场大战就要来临了。为什么这个郭家啊一直不接受调解，或者就是一直没有动静？这个申某浩的妈妈也给这个郭家打了电话，说怎么处理，他们都拿不定主意。实际上啊，他们就等着他们家的这个话事人呢赵某回家，因为他们家做主肯定是赵某，等着赵某回家拿主意。所以这个赵某一回家之后啊，就带着他的妹夫、外甥3个人一起到了这个申家，边砸门边喊让申洪良开门。这一幕啊正好被邻居看见了。这个邻居啊贾某，这个贾某啊他跑出来看，就看见这个赵某拿着铁锹啊在这个相当于敲砸这个申家的门，然后这个贾某就去拉他，把这赵某拉出去，别这样对吧，都是邻居嘛。后来这个死者啊郭永刚啊也来了，然后这个贾某一拉他，不要他进去，你这没必要。但是这个贾某没拉住，挣脱他了，进了门。但是贾某说他没有看到打架的过程，也没有看到说谁拿什么凶器啊，只有那个赵某拿了个铁锹是在砸那个门，然后进去大概就是砸玻璃了吧。后面啊这个以前都有报道。因为这个澎湃新闻的报道这个细节啊，是我看以前媒体都没怎么说的啊，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啊。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凶手啊，申洪良，他恐怕不光是拿了一把刀，他恐怕还有剪刀，也就是这个现场啊，郭家受伤的那个不是一死一重伤2个轻伤吗？4个都伤了吗？不是一个凶器所为，但是晚上7点半，正是对吧？那个节目啊，报道世界一片大乱，对吧？此处正好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正好漆黑的嘛，他们家院子灯又不亮，黑乎乎的，乱中啊就出现这个情况。这个第三者啊，就是这个邻居贾某进去了啊。他进去的时候，这个好像仗都打完了，人躺在地上。他说他看见地上这个黑乎乎的粘稠的东西，他都不知道是血。回家之后看见手上脚上有血，才知道流血，也就是那光线非常暗，这么个情况啊。这个赵某啊，鹿城区政协委员，怪不得这么霸道啊，这么霸气。对吧？他是带头去冲的，是他带着他的外甥，带着2个人、3个人先上敲门砸，他不接受派出所的这个调解，对吧？是他说打狗还看主人，这个也符合我上一次判断啊，就是农村里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是面子，面子比天还大。你看是不是啊？你看他说的就是这句话，打狗看主人，你打了我家的狗，把我狗打死了，那就是在打我的脸，打我的脸，我可是政协委员呢，对吧？在当地那也算是对吧？婆罗门呢，勉强算对吧？怎么能忍得了这口气呢？估计啊，这个赵某平时在那儿也霸道惯了啊。就按正常逻辑啊，家里的狗被人摔死了，虽然自己恐怕不占理啊，但是摔死了那怎么办呢？都是邻居是吧？那道个歉不就完了吗？或者再赔点钱，赔个200块，意思一下。甚至你要真算的话，你还给人家看病呢，保不齐你还给别人赔钱呢。人家打破伤风，那挺贵的，是不是道理啊？对吧？本来是个小事啊，派出所这个村主任调解一下，这事就完了。都是脾气太大。现在这个赵某后悔，说不该带人去人家闹，现在后悔晚了，对吧？人死不能复生啊！现在我看啊，这个申洪良啊，那应该是叫防卫过当，这最直接的这个证据啊，对吧？实际上就是郭家这4、5个人进去了之后，他并不是冲人去了，没有去打人，没有说要夺人性命啊，实际上就是砸人玻璃，出气去了。这个符合我第一次啊分析，农民就是这样，对吧？你把我狗弄死了，我也把你们大家东西砸掉，出气啊，这叫找面子啊，面子就回来了。再加上这个赵某，对吧？又是一个当地对吧？应该是有头有脸的，也不把派出所放眼里啊，也不给村长面子，拿村长不当干部啊，可见啊。霸道惯了，所以说这个事情的推波助澜、拱火浇油，就是这个赵某身为鹿城区政协委员，拒绝派出所调解在前，还带人破门、砸窗户、闹事的知法犯法，激化矛盾，整个事件升级的关键人物，所以他付出了
惨痛代价，对吧？一死一个重伤，两个轻伤，完了之后他们还3个人被另案处理啊，就是非法侵入别人住宅，也要负刑事责任，已经被抓了啊，戾气太重啊，横行乡里惯了啊。忍一时啊，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对吧？就为这个鸡毛蒜皮的酿成这么大一个惨剧，让我想起了这个广西的亮正节，对吧？越是这种小官啊、小吏越霸道，一招权在手啊，便把令来行，对吧？这权力要用足啊。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